而家咧患有中風嘅老人家好多，有好多咧可能都需要長期臥床㗎。如果長期臥床個護理做得唔好嘅話咧，好容易引致一樣嘢咧，就叫做褥瘡或者壓瘡。只要一個皮膚喺一個濕潤嘅環境持續咁樣受壓嘅話，呢個褥瘡就好容易形成㗎啦。呢個情況會令個老人家好痛苦煎熬嘅。點樣去處理呢啲壓瘡？我哋第一步咧就係每日要去檢查下我哋長者嘅身體皮膚狀況。如果有見到一啲唔變淡嘅紅印，嗰個地方就要留意啦。如果真係遇到有紅印咧，就可以幫佢搽一啲嘅潤膚霜。而且咧，老人家如果真係長期臥床嘅話咧，應該咧要每2個鐘頭要去轉一次身。咁如果可以有2至4個鐘頭嘅轉身活動嘅話咧，老人家嘅皮膚咧就唔使長期受壓啦。同時之間，老人家嘅營養補充亦都好緊要嘅喎。營養補充可以保持老人家嘅皮膚嘅血液循環流通。咁血液循環流通嘅話咧，亦都配合埋轉身同埋啲減壓嘅方法咧，形成褥瘡嘅機會就會大大咁樣減低啦。一個專業護工嘅價值就係可以幫助老人家少受一次罪，活多幾年命。如果你都認同嘅話，請將呢個視頻轉發俾其他人啦。